雙方都各不相讓，黑棋白棋都喺度扭盡六壬。呢一題算得上係妙手百出，場面認真精彩啊！咁黑棋點做活先至係最着數呢？黑一白二黑三活棋，黑棋做活咗，不過黑棋又使唔使咁樣揸頸就命呢？而且白外邊嘅口味一啲都唔曳，黑其實應該先喺一位尖夾，呢個先係做活前嘅次序。呢下白棋都幾拗撬，不過二位畫都係手筋，黑三立又係妙手。呢個時候拳來腳往，直情就係手筋大會。咁究竟點解咁精彩呢？下邊就同大家講下啦。首先，黑一尖夾，如果白二接，黑三擋住，就會將白棋困死喺裏邊。白四即使打，黑五就成咗倒撲子。對於黑一，若然白二打，黑三接，白四打，由於黑有 A 一子，正食唔到，唔掂喎。白二挖入係盡地一鋪嘅手筋。若果黑三隨手應就出事啦，俾白四撲後，黑五即使提，白六打，黑七接，俾白棋白扳後，黑棋即刻就死咗。呢個就係冇手筋嘅緣故。由黑一到三都係手筋，呢個大家都明㗎啦。黑三立，白四就可以接，黑五擋。當白六打嗰時，黑唔可以喺 B 位做到撲子，黑七白八提，黑九活先係正確嘅次序啊！